第二个发愿呢，就是照这个一乐圆满之言啊，一乐圆满之言。那么这个是宋词当中这样讲的：未来一切天人事，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水30穴，速得成就大菩提。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一切这个天人事，未来天人事是当然这个佛陀的意思啊，就是人和天的这个道司呢，就是这个佛陀。未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像这个弥勒菩萨啊，就是还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这些如来啊。那么这些如来呢，他们的这个意乐呢，就是但愿就是早日这个圆满。那么他们有什么这个意乐的话呢？所有的这些佛陀的唯一的意乐是什么？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早一点就是实现这个成佛啊，就实现成佛。但是这个成佛呢，就是并不是自己就是快乐啊。我们现在有些领导的话呢，他是当那个副局长的时候呢，就是很想就是早一点当局长，就是当局长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贪着自私自利的一些心吧，就是有些人是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他们的这个意乐是什么？我们都非常清楚。比如说弥勒菩萨呢，就是他就是我们但愿就是他就是照着这个佛的这个就成佛。那么成佛的话呢，就目的是这个转法轮。转法轮呢，就是度众生，度众生以后呢，利乐众生啊，就他们也是个实现就是如来或者是菩萨的这种这个过位，就是所以呢，我们就心里面也是这样的这种发愿呢，就实践当中还有很多千万，就是不同的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即将要这个成佛的一些这个菩萨啊。那么这些菩萨呢，就是愿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道证呢，就是清净啊，然后所有的这些这个愿望呢，就是实现，就是那么这个像这个佛陀就是在这个六月园就是转法轮一样，就是很早就实现这个成佛。那么我也是就是随着这个前边讲的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个佛陀的一切这个发心和这个菩萨心愿血啊，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获得菩提。所以我们这些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实际上是未来的佛啊，大家都知道。那么未来的佛的话呢，那么现在也要这个发愿啊，我等一切众生呢，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获得这个成就。我们有些人呢，就是经常说我能不能就是这生成就？如果今生不能成就的话呢，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有点生气。后来我也就是不像一个什么这个修行人，就是然后他也不像修行人，我们在电话里面就是互相就开始他说是我能不能就是即生成就啊，就是我说即生能不能成就呢？就是看你的这个心性和你所修的这个法，就是他说你快给我说我如果今生不能成就呢我不想学佛了。然后我也就是有点倔吧，就是你不想学佛跟我有啥关？就是我，然后我把电话撂了，又打过来了，就是然后就如果我发菩提心很好的话，我可能接，但是后来就我也没有接，好像接了也是效果不好，就是没有接电话。他就威胁我，就是你不能承认我不学佛了，就是所以看我们这个精神能不能成就呢，也是确实是靠这个自己的一种善愿吧，就是靠自己的一种善愿，就是不过真的像无光尊者的这个专辑啊，宗喀巴大师的专辑啊，很多以前大的这些专辑的话呢，就是将来在就是什么这个插图当中呢，就是编程呢，就是什么的这个如来，就是都有这个宣说的就是我看我们就是汉地奔化老和尚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实现愿记，然后就是这个火化以后的话呢，好像他这个舍利他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大开，但听说是他整个这个图皮期间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朝拜的人都是20万以上了，就是人也是非常多。不过去年可能也许你们就是听过，就是到网上有一个奔化老和尚他自己就是
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吧，他说我将来呢就是这个实现这个成佛，就实现成佛的刹土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量微妙庄严这个刹土啊，就是无量微妙庄严刹土。然后我这个成佛的佛号呢，就是叫做是无量这个自在光明望如来，就是无量自在光明如来。不过我听过那个声音，但有时候本王老和尚的这个口音呢，就是不是特别就是好懂的，应该可能这个意思就是，所以我想很多这个这个大德啊，就是确实也是有些是他自己也是这样说，但是他说成佛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应该就是个大劫以后呢，我才这个成就，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些这个小乘性的，就是心特别狭隘的人呢，就不要就是认为是就是成佛呢，就是马上就是很快的，你就打一个电话，就是一个人答应就马上可以了，就是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成佛呢，我们也应该就是确实在漫长的轮回当中，你如果不发愿，也是照样就是扭转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是发愿哈，就是发愿以后的话呢，将来就是每一个就是不同的这个修行人呢，都有不同的这个亲近这个刹土就是也会这个实现的。所以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这个随着这个三世诸佛这个一切如来就是去这个学习，一定要就是实现成佛。但这个实现成佛之前的话呢，我不离这个菩萨心不离菩萨心，不舍弃这个众生，不舍弃正法，不像现在有些人一样的就想学的时候呢就是去学，不想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些人的行为真的很可怜的，就是暂时可能就像经转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可能就是断了这个佛缘的，就是断了这种佛缘的其实这种这个善缘呢，还是尽量的就是自己就是接上就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发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说这样的这个发特别这个殊胜的这种愿就是发殊胜的愿，也就是说这个意乐圆满。意乐圆满的话呢，我也有意乐圆满，你们也有意乐圆满，每一个人有意乐圆满。什么意乐圆满呢？我们的意乐呢，并不是让我发财，让我这个身体健康生意就，当然这个也是一般世间凡夫人来讲，是他也可以发这样愿。就如果圆满的话呢，这是意乐圆满之愿。但是真正的发愿呢，就是实现只是成佛，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特别要就是经常这个想到我照着这个成佛在成佛之前呢，就是不要就是离开就是这些善知识的这个教诲，不要离开就是佛法的这个光明，不要离开呢就是度化众生的就是特别珍贵的这种精神，就是所以我们自己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善缘呢，就是默默的就是在内心当中这样发愿，这样发愿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春天你这个种下这个种子以后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这个就是树到这个就是果实一样的就是会这个结出果实一样的，会有这个成就的那一天。那么这是那个就是这样的第二个这个愿意乐圆满。